大家所处的地方被台北市公认为古迹。那阿米斯嘎更乐团呢，在1999年成立，所以这个乐团呢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我们透过我们原住民阿米斯嘎更乐团的这些传统的乐器，为的呢是要分享我们原住民的音乐给大家，让大家了解、认识早期我们原住民的祖先、我们的耆老的智慧，透过歌曲里面来分享阿美族人的生活。所以接下来的表演呢，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让大家呢逐一的来认识台湾这块瑰宝丰富的竹林生态以外，也更认识台湾原住民丰富的文化色彩。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到我们的表演内容里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耆老扫多伊发给，掌声鼓励。ngài hô con nam mô quay kamu tanya porono wisang lafa mak poro sa anini ngài hô con nam mô。也许不熟悉这个ngài hô哈阿美族的问候你好吗叫ngài hô，就如我们去很多的国家，无论你去夏威夷，他们会说 aloha， 你去南洋的国家或者更远的沙漠，也相同的，他们会说 Alofa。ngài hô就是南岛民族差不多的问候。所以今天呢，很高兴在座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支持嘎更。刚刚就如我们馆长所讲的，这是他们第一次售票进行的邀演。我们嘎更成立以来第一次售票，就我们蛮有信心哦。你看各位这么满堂的在这个地方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整个音乐会。今天的音乐会用说故事，在座的各位也都是故事的一份子，所以不论待会你们的回应知道或是不知道，都有很正确的回答，要不然是离不开这里。我们会用小米酒来惩罚各位。会的呢，我们手上也有这样的 CD， 我们会送给你们。所以整个音乐的氛围是用最轻松，然后最全备。全备什么呢？我们要把最完整的音乐故事，还有乐器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是不一样的音乐，你们知道了吗？知道了。台湾是一个丰富的国度，所以这边的族群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才有这么丰富的乐音文化艺术在这里，也造就了嘎更会有多元的表演形态。所以我们曾经跟交响乐合作，也跟国乐合作。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半交响乐的形式，要把所有的竹木质乐器，包含是器乐的，还有管弦乐的，甚至我们的传统舞蹈，还有我们的这个歌谣，都要在这个地方呈现。所以我们分着4个单元来进行，所以曲目非常的丰富。待会呢，就如我刚刚的开场，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彼此的心情。不论我们唱歌的时候，你们要回应；跳的时候，你们也要帮我们跺地。这都是故事的一份子哈。安尼亚罗米阿萨达邦国干嘛古米达，妈妈该干嘛好？妈妈该干嘛什么意思吗？你们欢喜吗？开心吗？是。我要介绍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呢，在我们阿美族甚至南岛民族、原住民都蛮通有的。这个乐器是这样，为了要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它的制作，我就现场制作这个口旁，然后等一下呢，我们表演的时候开场就用这个口旁来演奏。口旁在当初我们阿美族的传统的使用呢，是在表达什么？知不知道？表达什么？爱情。表达爱意，内心的情愫给对你倾慕的对象。那现在表演呢，把这个口簧
用在大众面前呈现的时候，来运作的运用的时候，是要表达什么呢？表达什么？你们的声音很小，会比他们大呢。你们的声音很小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彩排，所以你们还是要不会的还是要罚站的。啊，口簧在现今的制作，它就要表达我们对人的爱，对万物、对大自然的爱。所以待会这个口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做，薄薄的一片就会弹出美妙的乐音。因为时间的关系，制作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后的休息，我们在现场制作。口簧琴它是这样，口簧之所以命名为口簧，第一，它是要放在哪里？嘴巴。放在嘴巴，所以嘴巴是什么？音箱，还有什么？还有共鸣，对不对？它可以产生乐音的主要的箱体，所以口簧它只有一个簧片，对不对？对。等一下你这个口簧呢，要交给这位帅哥，他弹美妙的口簧琴的声音，所以你等一下呢，就咔咔，好尼布拉豆喊说，阿美族的口簧琴的名字叫做沙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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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豆。那个不是阿美族，这种发音是不正确的，我原谅你们。阿美族称口簧叫沙豆，沙豆，通常不是阿美族会变成沙豆，我们会是我们的舌尖呢顶到上齿颚，两边要喷口水，才是正确的。沙豆，沙豆，越来越像阿美族。所以这个沙豆好念不沙豆盘不嘎嘎好，我们第一首曲目就要呈现祝福的音符。这个祝福的音符是要用这样各类的乐器来呈现，其中会听到口簧琴的声音。在台湾原住民独鲁古或是达彦，它可以做到5簧、7簧、8簧，可是阿美族单簧就可以有7簧、8簧的效果。口簧琴它是现今我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因为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泛音。所以在我们帅哥演奏之前，我要演奏一段，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口簧琴的泛音。现在就把这个口簧琴交给这位帅哥，你跟他讲叫做名字，好，保尼乌拉都很好。嗨。这个口簧琴它可以产生不同的泛音，所以这个口簧琴在我们现今的运用是非常的奇妙。有听到他声音吗？有哈，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帅哥好好听，听到没有？好好欣赏。
对，好不好？很棒，对不对？那开场的口簧琴啊，你会听到那个好棒的层次。这个曲目的意思叫做竹子啊、木头啊，我要敲击你，让你发出美妙的乐音，来祝福凡是听到这个音乐的人。今天所有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蒙福的。所以阿美族的乐器是竹子木头，简简单单，在我们的满山满谷里面都是竹子，但是它可以发出动人的乐音。接下来你要介绍不得了的乐器，我们一直以它为傲，是因为这是南岛民族通有的乐器之一。我们的嘴巴是用来什么？讲话、吃东西，对不对？对。还有一个器官很重要，要呼吸。鼻子，我们通常鼻子做什么用？呼吸空气的。洗鼻涕的，感冒。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要浪费鼻孔，要让鼻子有一点事做，所以不要让鼻子闲得没事。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一套看到大自然，然后做出了这不得了的乐器。这个叫做竹管。竹管。你这个呢叫肩膀。肩膀。我们阿美就叫这个哩哩。哩哩。穿在这个洞里面，挖个洞2-3回，然后就放在鼻子上。它就会发出美妙的声音，但是因为它还没有任何的管口啊，所以本来鼻子会有声音，这是很奇妙。有听到声音？有。这是奇妙的乐器，但是鼻孔有几个口？2个，有人1个吗？没有。所以既然没有的话，他必须要用2个鼻孔来演奏，就更美妙。比如说是这样，这样用鼻孔就可以吹出美妙的乐音。所以我们试了用很多的竹子，按着祖先的步伐、技术来制作。我们仍然还达不到那个最极致的鼻笛的声音，但是尽我们所能，今天要演奏的，用鼻笛演奏的这一首歌，是要传递一个在部落里面发生的情爱故事。这一首歌里边是要看到妈妈跟女儿发生争执，因为妈妈一直听不下去。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不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叫做《马兰姑娘》吗？听过。啊，我知道你们都听过，但是一直不知道它的背景。所以这一对母女在争执，所以女儿说：“妈妈，隔壁的郎君爱上我，我也喜欢他。可是按照阿美族的传统母系社会，他一定要遭罪，可是他的妈妈或者他自己本身不愿意，怎么办？我要跟他私奔吗？”妈妈说：“不行，你一定要遭罪。”可是女儿说：“不行，对方不同意，怎么办？”女儿就说：“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要卧在铁轨上，让火车怎么样？碾过去会变成几节啊？3节哦，妈妈听了就好恐怖。女儿，拜托拜托，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请问一下，你要是妈妈，你会好？你去死，你去卧啊？会不会这样？不会。你是妈妈？不会，对不对？啊，这个妈妈这个时候当然会啊，好了，反正没有关系的，有的人还是没有遭罪的啦，有的家还是没有遭罪。你看哦，等下那个母女会出来，我们看一下他们争执的样子。出来了吗？他们还没有哦，我们再等等看。那个母女在争执的样子，真是好好看哦。还没有出来哦，你看看，没有出来，生气了，你看。可是妈妈还一定不答应的。这个时候女儿在塞奶了，妈好不好？你看妈妈还是不同意，怎么可以？母系社会就是要坚持，
你看，妈妈愤了你气，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就跟着。最后他们在房间里面私下解决，还是同意啦，因为没有发生那个卧轨的事件。所以今天用比比来演奏这一首《马兰姑娘》，歌词有没有在上面显示啊？都有哈。各位朋友有没有？有。你们说有看到字有没有？有。好，你们就好好看这首歌的歌词就在上面哦。今天呢，我们除了用讲的，我们还有各类骑士可以看到的 PowerPoint。这个字幕投影都可以看到，把详细的曲目做一个完整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聆赏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阿美族马兰部落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叫《马兰姑娘》。我们给他们掌声表示欢迎跟鼓励，好吗？
的祖先这么聪明哦，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动就会发出美妙的乐音。你看看，就可以用鼻子演奏。万一鼻子流鼻涕感冒怎么办？不能吹，所以吹鼻涕的人会不会流鼻涕？不会。所以他们的鼻子永远畅通的，对不对？对。所以我要问大家，如果有流鼻涕或者是会鼻塞的，要吹鼻底就不会鼻塞了啊。好，刚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儿跟妈妈在谈说好不好，最后还是美善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妈妈同意了，也松软了对方，所以还是要遭罪了。遭罪喽！阿美族的母系社会，男生要怎么样？入赘哦，入赘好痛苦呢哦。告诉你们，绝不痛苦，因为入赘的男子才真正的吉夫都赖法那样。阿美族说，真正的有睾丸的男子，在我们阿美族说叫有睾丸吉夫都赖，意思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勇敢的，因为他回到自己的母家娘家的时候，他变成法蒂。入赘的才被称为法蒂，没有入赘就不是哦。好，所以就要结婚。我现在要介绍一个乐器，这是什么？竹子，对不对？好，这个竹子呢，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它的原理。我们的物理原理是怎么呢？这个节比较深，这个节比较短。好，请问节比较深的声音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低。你们有试过吗？有。在哪里？我在部落里边哈。好，好好听。这个两根竹管，它因为节的深浅不同，所以发生不一样的音高。它会是早期我们米嘎更的时候敲在地上。有听到叭叭叭，但是还是有听到更更更更，对不对？好，试试看哦。有对不对？好，就是因为深浅，有没有听到？没有，没有办法吹的，只能用敲的。过去你刚更是要一个人打单管或是双管，那现在呢，我们形式把它改过来，有一个人可以敲击多管，所以嘎更是女子敲击的乐器。在过去的时候，米嘎更就是要女子在公鸡叫的同时，当当当当当，跟部落说，哇，我们要结婚，我们要遭罪了。这个时候听到这个声音的部落的人都说，哦，马拉吉埃都这样了，这样，大概都安吉了。这是在马兰早期最通有，而且是用这个来报喜讯的工具。可是日本人进来啦，汉人慢慢进到部落了以后，汉人说什么破叉西郎哦，不行，我3更半夜在敲场。日本人呢，说哪里来呀？八个呀，我想。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文化，因为很多人进到部落之后，而什么消失没落，对。所以现今我们用这样的形式把它呈现，希望阿美族马兰部落的传统的报喜讯的文化一直流传下去。那过去是报喜讯，那我们现在的形式是什么呢？用音乐要报给大家喜讯，愿情侣彼此相爱，夫妻彼此相爱，愿考试的都考中，愿身体不健康的健康。所以这个喜讯要报给在座的所有的朋友，愿在这座 CD 的马上就发行。所以这个都是愿美好的、美善的都要发生。所以听一听我们嘎更的声音是非常感动的，我们来掌声鼓励好了。
在安静的时分里面听到这个声音，我们就会辨别哦，那一家陈家结婚，吴家结婚了，就是这样，就是报喜讯。这是在传统里面非常好的报喜讯的工具。可是现在马兰部落没有了呢，会不会觉得可惜？会。以后你们要不要入赘到女方？要。就叫你要讲了。后面你看，所有的大哥大姐姐们都听到了哦，你要入赘哦。好，真的很棒，真的就是这样。好，刚才你们看到一对情侣出来，有。表示还是结婚的，对不对？对。结婚了要做什么？哇，开始大肆的庆祝。我们阿美族说，沙派阿尼内就是结婚的前一天，沙派，我们阿丹阿尼内把该给打。第3天还有什么？知不知道？又不知道了。对，你看看有做功课。把格浪哦，我们说阿美族结婚要3天哦，所以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好，但是要介绍这首歌以前，我要介绍一种乐器。这个呢，早期我们阿美族要背水壶，叫拉瓦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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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瓦斯就是要工作的时候，或是在家以前传统没有任何的可以盛装水的这个器皿，就用竹子，然后呢装一装，然后说能不能没说发给，能不能没说发给，好，可是万一它裂掉了呢，它就变成可以马上制作一种裂痕的鼓，它就可以。裂掉了就可以做。好，把形式再缩小一点。再小一点，一样把它拨开。然后呢，你要是可以在上面呢敲敲打打，好吵哦。因为这个呢比木鼓还要更吵的声音，信不信？要不要听它的声音？要。打得不准，对不对？好。过去是歌在扬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器乐随伴，所以我们阿美族这种乐器叫萨巴多尔多拉六。萨巴多尔多拉六。过去呢是用途做什么呢？来驱赶飞禽走兽。哎呦，小米结实累累的时候，很多鸟，稻米也是，所以用这个来驱赶。好响的声音，所以呢，人会看到比较大的。好，这首曲目是这样唱：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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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谁会唱？你会唱？真的？真的。他会唱吗？那好。证实，我来证实他会不会唱，我们就请他来唱这首歌，好不好？掌声鼓励。这首歌呢，要说明阿美族的部落欢迎的心情，因为结婚呢一定要很快乐，所以呢就是要快乐的乐舞下去，让气氛一直是喜乐的。我们阿美族没有选择日子，都是好的。所以不管什么日子都是好的，所以这首歌丰收和快乐就把内心最大的喜乐呈现出来。我们试试看，他会不会唱，好不好？掌声鼓励。
看好他，他就抢了后面那个阿姨的风采耶，所以你们要被罚，对不对？他真的会唱歌，你们要不要学会像他这样会唱歌？要啊，好来，看你们，要不要？下一场会请你们来唱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唱。好，你看，丰收了，心情就好了。接下来呢，老人家开始什么？忙碌，要酿米酒的酿米酒，酿酒小米酒都来。这个时候呢，要喝酒啊。老人坐下来要做什么？唱歌。唱歌，还有什么？喝酒，还有什么？请问，你们对老人的印象是什么？跳舞，对，也是。还有呢？讲故事，就像现在法纪跟你们讲的故事。法纪阿美族 FAKI， 讲一遍。FAKI。法纪。法纪。法纪要很准哦，不是 FAKIO 或是 W 都不行哦，会变成法纪。不是哦，阿美族不是这样念的哦，法纪。法纪。所以我的身份是法纪讲故事。现在老人聚在一起，你们不是老人，但是我要教阿美族的饮酒文化。好，这个呢，我们阿美族萨巴达吉。萨巴达吉。刚才这个呢，有没有人记起来他的名字？拉瓦斯。拉瓦斯。拉瓦斯。萨巴达吉。萨巴达吉。好，这个过去。我们用竹子做，我们没有古布。古布是日语外来语，我们以前叫改姓。改姓。可是以前我们也不用改姓，我们直接 ，OK， 拜寿，喂，拜寿，喝完。好，现在呢，我要看好，等一下你要敬哪一个你喜欢的人，敬到醉为止。我是讲开玩笑的哈。好，敬酒，左手如果持杯，看好这个动作。到了以后不要太满，7分8分就好了，因为你的动作很大。所以法纪在下面做的时候，做晚辈的人要敬酒。嘿，拍手，好，左手持杯，跺。左脚，法纪摆手。好，万一不接受，他说够了，你要转另外一个手，右手持杯。法纪摆手，他还是不接受的话怎么办？不要不勉强，就省一点，就依此类推，一直走下去。这个动作学会了吗？会了。要不要马上示范？我们请观众来点选哪一个来敬酒，好不好？好，有人指你来。你知道你要送给你最喜欢的女朋友啊，都可以。太满了，你自己喝。来试试看，这个动作标不标准？我们试试看，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小米酒要喝完哦，一定要喝完。你要表示几岁了？啊，9岁哦，冤了，好，就是这样。好，这个就是阿美族的敬酒文化，把它给。老人聚在一起，刚才说第一会聊天、讲故事、唱歌、喝酒。好，我们现在就要唱这一首很经典的歌谣，在1996年以前哦，就已经出来了这个歌。可是1996年，美国有一个城市叫亚特兰大，去过吗？没有。想不想去？想。好，我们请他们赞助多一点，我们就去。很笑了哦，我们就去亚特兰大喝酒。去那边不是喝酒，而是办奥运的时候，这首歌传播到全世界，因为这首歌是奥运主题歌之一。郭一男跟洪爱他的老婆跟他的团队唱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我们今天要不要练习唱这首歌？要。看这些妈妈们、阿姨们都已经在那里，要准备唱这首歌。这首歌真是好听。我们男生做主唱，女生来和音做旧的部分。阿美族说这样的歌谣，我们中文叫复音歌谣。阿美族说，巴迪吉利、达利安奈，这种2种形式的唱法，我们今天要献给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复音歌谣，老人饮酒歌。老人。来，开始来唱哦！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朋友，我们要跺脚，你的2手握着你的膝盖，对，好，坐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我们先做这样的示范，等一下做筋骨的运动，因为我说你们也是故事的主角之一。好，前奏我们先进来了，好，准备了。这里有几位阿美族，也应该都会唱这首歌。阿美族举手，你看看，你看看，阿美族陈家伟，阿美族会唱这首歌。其中还有一个在座的我们好朋友陈牧师，也是马兰的人哦。他来验收的啊，来验收，真的感谢。你看这首歌已经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么好的歌，我们不能让它失传，好不好？好。会唱了吗？会。好。到这里有一首，不应该这样。有一首歌我想唱，但是今天不唱，明天唱。所以如果你们还在的话，明天一定会听到这首歌。你如果明天不在，那我为你保留，然后后天我为你唱。这首歌真的很棒，可是。我再问好了，请站起来，站起来，准备了，准备了，好，向后转，因为这3个还不能曝光，一直是他曝光。好，请看前面。我现在讲一个问题，如果他举手说我知道，除了先敬酒以外，请他回答，他如果知道，我们要送 CD 给他。这首歌
阿美族不能举手。你要找哦，要快速哦，好不好？你的眼睛要敏锐一点，要锐利一点哦。好，刚刚这首歌，这个 Poppy 应该跳过哦。我还好没有？好，这首歌我们称老人饮酒歌。为了要让各位认识它的族名，所以你必须要拼出那几个字。如果你有看Poppy，应该知道那个族名是什么。PALA， 好了，后面我不讲了，知道了哈。来，知道的朋友请看前面，不要管后面。知道的朋友请举手。有，你看他真是厉害。来，请他敬酒啊，先敬酒。他有没有答对没有关系，就让他喝醉。啊，这个意思是让这位弟弟到你面前，你不要讲说是假的酒是真的酒，就是要去接受这个敬意，就要接受这个敬意。哇，要表示很醉。好，请他回答。哇哦！原来有人这么注意，想注意我们阿美族的歌、原住民的歌，这么好的朋友，这么样愿意花时间、精神专注力在这里，感谢送我们的 CD。虽然这已经是绝版了，我们要绝版，我们要出 CD 了，所以真的很棒。亲一下，抱一下，真的。刚刚为什么拼得出来呢？你看啊 ，PALAFANG 就是巴拉放。巴拉放在阿美族说，哇，我们到那里做客，或者是你来迎宾，都叫巴拉放吉达阿里内，或者巴拉放吉达带一个嘛呢，风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去哪里？巴拉放，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巴拉放，各位，我们现在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没有巴拉放，很久没有巴拉放，是这样。好，这个歌之后要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舞马，这个舞马呢，在阿美族是非常不得了。但是要介绍这个舞马，我还是要介绍乐器。这个枯萎的叶子，它是非常不得了的这个叶子，闻闻看什么味道？香香的，香香的。什么味道？香的味道。好，闻给你最喜爱的人啊，你们还不能曝光，抽揉一下给哪一个人可以闻得到这个味道？他如果答对了，他让我们有礼物哦。你不要抽的太多，让他闻到。来，有没有？有人举手了？好，来。不知道的话要罚酒哦。哦，太棒了！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套这个剧情呢。来，先进。哇！真的很棒，就可以闻得出这个味道。哎，他还说要假装酒醉哦，很难的讲一点。谢谢，待会曲目结束之后来这边认领你的礼物。他讲了，叫着他的学名叫做石茱萸，我们台湾叫着刺葱，阿美族叫着达纳。打那DANA 达纳，后面这个重音的发音达纳。好，它有刺，当然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个2根木头，指径粗跟指径小，在音域上，指径粗的声音高还是低？高。为什么是低？好，我们来分别一下。
刚刚说直径大的、粗的意思，声音比较高，原理就在这里啊。我放在腿上，大家来辨别一下它的声音。这个呢是比较粗的，可以听得出来一样的长度，但是因为它的直径大，声音会不一样。为什么直径大，声音会不一样？因为在传导它的音波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阻碍，所以它的声音在阻碍间发出来，所以声会比较高。你们说啦，你们哟，你们说啦，你们哟。比如说像布鲁库达样是这样，可是阿美族的木琴的形式不一样，它是整个没有任何金属把它组成立起来，声音就是用这个石茱萸、用刺葱、用达纳来制作。所以今天这个乐器要献给大家。过去用这个声音来驱赶飞禽了，今天呢要谱出这个美妙的舞马的是3位拉丁公主。为什么叫拉丁公主？有人会听一下，拉丁不是南美洲那个拉丁民族的公主，她是跟在先生后面，她先生是做木工，专门打钉钉的妇女，叫拉丁公主。好，这个曲目呢，早期是一对情侣，先生要当兵了，在整个沿路的过程里面，看的所见所闻呢，就写了一首歌，等他这个情郎休假或是退伍的时候，就唱给他听。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送郎君到前线》。送郎君到。然后呢，为了编舞的需要呢，然后编舞者呢就把这首歌编成阿梅山凤。阿梅山凤。好，今天刚好有山凤在这里，他们是凤吗？对。是哦，那就肯定是凤。好，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他们来跳这一支非常非常的舞。
谢三位拉丁公主，真的很棒。会不会跳这个舞？不会啊，没有关系，你们还不会。但是这个啪啪总是会，他们手上戴的啪啪，竹节，有没有听到？啪啪啪，就是用竹子这样套在手指头，啪啪。所以这个都是节奏，都是乐器。好，上半场的节目就要在这一支舞里面结束。原来你们是笑他，不是笑我。这么精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更精致的乐器要介绍给大家，也要演奏，也要唱歌，所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呢，再回座的时候应该是10分钟以后，可以吗？各位朋友们，好，如果你们想要更进一步的介绍，了解我们今天介绍的乐器，或者想要买我们的 CD， 除了送的以外，找周先生，我们有带了够份数的 CD 在这里，赶快买，已经要绝版，我们要推新的专辑。